大家来敬世主三杯，愿世主永远康宁。愿世主永远康宁。多谢各位。太客气了，我哪当得起？哪里，以后还阁扬重世事之处，还阁真多咧，真多。你太客气了，父王这边，我全靠你咯。世子，你放心，全看我。我一向对你是真寄望，你突然使破病，使令懦夫失望啊！王爷，虽然什么代志？是下官有探听到一个消息，要来禀报王爷，请王爷你唔通受气。哦，哪你讲？下官是听讲，昨暝三公主根本就唔是破病啊！伊若安尼死，为啥因那无要来见外面？伊昨昏黄昏就已经出府，至今过午都还无看伊回府啊！什么讲，伊是心量重病，病倒在床，这根本就是杨修伫咧胡白讲啊！伊若来死虽然三几夜无转来，此件究竟伊去倒位？这，虽然我知你一向对我真重，要你若是要掩护你的孙婿者，莫对我老实讲话，我是对你会失望哦。唉，王爷，下官哪敢欺骗你咧？而且这件代志关系到甲写伫你玉兰的终身，下官势必向王爷你禀报啊！那安是好，你详细讲给我听。是。王爷，这近半年来，三公主实在有影变成一个放荡的人，因为伊就是不满王爷，你为伊所出的家后是玉兰，所以连看都不爱甲伊看，规日将情酒色，禁醉不醒。业城的人大家嘛知影，讲三公主林子瑶啊，伊是一个贪图酒色、自私难成的人啊。刚才是有这个代志，下官是伊的职业夫，若毋是有这么痛心的代志，我哪敢来禀报王爷？夫人。主家，阿娘，你为什么要安尼洗做？大家拢伫咧找你无？杨子抱甲恁大嫂是非常着急啊！我想到讲你竟然会来面点这个大足大。大嫂伊也伫咧找我。是啊。主家，杨子婆讲。你是无愿意做世主，才故意迷起来，是无？代志都已经过去，恁父王也是恁大哥为世主，只要恁以后兄弟，哪会当和睦相处？安尼阿娘就放心了。你放心，以后我会搁较敬爱托我的大哥。那安尼就好，主家啊，恁父王一直讲以为你还搁伫咧破病，非常担心。记去见你的父王。主家，你为什么通来见我呢？我问
你参去倒位？张后，知影，唔敢讲是，你唔敢讲，我也知影。楚健啊，你令我太失望哦。父王，将王所害你，因为我唔是故意的。你做这代志太荒唐，不求上进，自甘堕落，搁再故意无故意。你是讲？莫搁再讲啊！你放伊啉猪油，你明仔载偷走，你会家后抄出来去啉水，莫互我看到，你互我看到我更生气，哼！素环，素环，你酒醉啊是？啥？素环，你是安怎样啦？安怎？素环，你酒醉啊是？我人无罪，我心碎啊！夫人，我做世主，你有欢喜无？啊！我这是家门的啦，我知影，你一定嘛袂欢喜。素环，你讲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敢袂明白？爱我讲是，哼，太伤感情了，还是莫讲较好啦。何生我地中，积孝何离离，旁人行仁义，薄利且助的。我知。天啊！这是我小后做件的事，为怎伊会知影呢？烧酒啉伤多啊，凊彩啉几句仔死。夫人啊，你是安怎？面相哪会遐歹看？啊？自己，可怜的自己。自细汉，大家都讲你比我较巧，也毋过呢，你的命比我较歹。你想要治的物件，包括世主之命，也搁有拢总互我得着。你着要防父命，为人主。唉，其实你是毋甘要离开这个所在，也搁有业声，嘛有人毋甘你离开。
厝啊，我物件吼拢收好势啊呢，咱是毋是今仔就要来去啉酒啊？我都无才调做细主啊，啊，搁毋离开遮要留在遮咧顾人怨气，当然是倒转去啉酒啊。建辉，啊，你去甲杨处部讲，叫伊命人将遐行李好搬上车。好，我即马就来去。离开遮也是好啦，像即种敢若会当得到伊的人，袂当得到伊的心，即款日子我早就过啊足烦啊。一个人实在袂用想过自信。我一向以为讲我将来一定是会准世主妃，想袂到，结果我只是做一个林子豪的夫人。你即马是伫咧讽刺什么人？什么人心肝内若是有鬼，我就咧讽刺什么人嘛？朱建，敢讲你到即阵还阁袂觉凊心？你的大哥即摆已经做世主啊！假使你即阵若是还阁较亲密，藕断丝连，若是激怒你的大哥，你的性命就难保呢。我若真会死，也免你在我关心。朱建，人这个嘛是为着你好啊！老实甲你讲，我根本就无希望你做世主，我只希望你赶紧离开这个所在，赶紧将钱物放我袂记哩。还阁有，要你去当足大迄张批，根本就毋是真物写，是我。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安尼做呢？迄虽然毋是我写，也毋过是我欢喜甘愿要帮忙伊的，因为我无希望你做世主，我无希望你留在叶城，因为只有一个证明。你好，皮皮。你好，楚楚。那你呢？你爱证明，你嘛是皮皮，你嘛是自私。这个，这个房子，苏姐。性情是安怎啊？愈来愈暴躁。万一你若是激怒玉来，将你甲亲密的代志讲出去，看要安怎？无惊分别在即，为了也不忍心讲一声。自己，你从来都莫离开我，现在你要离开啊了，父亲又袂好，什么人要照顾？风光的表情啊，无挂你的，无畏的海里啊，对你玛利亚。
建安21年的秋天，我蔣爷离开业社，带着伊落来敬妃杨秀，同往入厝，世态炎凉，令人心寒。出城的时阵，竟然无一个人来甲我送行。其实，业社我早就讨厌，我毋甘离开是为这。离开业社，也就是离开为这，为这。小夫人，甲警卫已经去真远啊，咱准备要上了。三公主，咱紧来去啊！谁人？为啥？我讲你哦，伊底边伫咧等你啦。丽姐，主人已经知影咱的代志。我知影，伊是安怎哪会知呢？我嘛袂明白。我写互你的迄首诗，已经看过了，而且也有念我听。是伊，一定是伊。主家，是啥？崔友兰。伊偷摕一罐死果，偷去互我的大哥看，除了是伊，敢无别人信？也有，迄只，你一定甲我的老母，甲杨主播，拢是共款想讲我无愿意去当世主，故意闪飘起来对。毋是安尼是。我若真是无要当世主，我嘛不应该去闪票，也继续维护王小姐。你看，这张票你看卖。是什么人冒我的名，要你去当笑台？一定是伊，一定是伊。崔仲然，安尼没事，你食，你唔着等要当笑台，等我几暗。你实在对我太好了，而且你对我更加好，冒着这么大的危险出城，打扮男装来送，你这点的温情，我永远就唔敢甲你忘记。
三公主，天色无早，咱来赶紧上路啊！三公主，赶紧来去啊！啊！